各位老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到了晚上，你是否也感觉到自己的双脚沉重的像灌了铅一样？当你脱下袜子，看见脚踝那一圈深深的凹陷下去的勒痕，心里是不是泛起一阵莫名的不安？或者当你用手指轻轻按压小腿肚凹下去的那个坑，竟然要好几秒钟才能慢慢回弹。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年纪大了，走累了，睡一觉就好。但我必须严肃地告诉你，这绝对不只是单纯的劳累，这是在你的身体内部那一条条通往心脏的生命通道发出的无声求救讯号。让我们换个方式来理解，想象一下，我们体内的血液就像是行驶在道路上的车辆，而血管就是一条条高速公路。为了让血液能顺利从脚底克服地力、引力回到心脏，我们的静脉里装有很多个一门一向的自动门，医学上我们称之为静脉瓣膜。这就像是高速公路上的单向收费站，只准车子往心脏开，不准倒车。但是当你发现脚部开始水肿，这意味着这些自动门已经生锈，关不紧了。血液开始在你的下肢大塞车，原本清澈的公路变得拥挤不堪，水分渗透到血管外的组织里，这才造成了你看到的肿胀。如果不正视这个警讯，长期下来，不只是夜晚的酸痛、半夜抽筋这么简单，更严重的可能会形成深层静脉血栓，那就像是路面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大坑洞，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请听我说，如果您不听完这段影片，很有可能您会继续做一些您以为是对的，但实际上却会让您的脚部水肿每晚变得更严重的错误行为。为了您的健康，也为了让您的双脚重新找回轻盈，请一定要跟我一起把接下来的内容听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以便第一时间收到我们为您准备的最佳健康建议。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专心观看这段影片。如果您觉得这些内容对您有帮助，请在评论区入数字1，如果没有，请输入数字0。既然大家留下来了，我们就先放松心情，来聊聊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发生这些变化。首先，我要对每一位正受水肿困扰的朋友说，请不要自责，也不要觉得这是因为自己懒惰或生活习惯不好，这并不是您的错。事实上，当我们迈入60岁这个人生黄金阶段后，身体的生理结构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一些演化，这就像是一台开了几十年的老车，零件自然会有些磨损。刚才提到的静脉瓣膜，随着年龄增长，它的弹性会逐渐减弱。这原本是一道紧密的闸门，现在却变得松垮垮的，这就是我们说的瓣膜功能不全。加上到了这个年纪，我们的小腿肌肉量也会自然流失。您知道吗？小腿肌肉在医学上被称为人的第二颗心脏。当我们走路时，小腿肌肉收缩，就像一个帮浦把血液往上推。当肌肉片少，力量片弱，这个帮浦的力道就不足了，血液回流的速度自然变慢。这就像是台湾下班时间的快速道路大塞车，车流量、血液依然很多，但车速、回流速度慢了下来。这不是因为司机您不好，而是因为道路设施、血管瓣膜老化了。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当我们明白这是一个自然的生物学过程，我们才能用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它，并寻找正确的解决方案。请放心，虽然我们无法让时光倒流，
但我们完全可以透过正确的保养，让这条生命公路重新恢复顺畅。然而，正因为大家不了解这些生理机制，很多人在每天晚上其实都在无意中做错了一些事。说到晚上缓解脚肿，我猜大家一定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譬如说垫高枕头睡觉，用热水泡脚，穿上松松的大袜子，或者前脆少吃盐，少喝水，听起来都很合理，对吧？但身为一名老医生，我要告诉您一个可能会让您大吃一惊的真相：您可能正在努力做着对的事，但却做错了地方。先说垫高脚这件事，很多朋友把脚垫得高高的，确实当下感觉舒服一点，但如果您的姿势不对，这只是把多余的水分从脚踝推到了大腿或臀部，并没有真正回到循环系统。再说泡热水，很多人觉得烫一点才舒服，但对于血管已经扩张、瓣膜无力的长辈来说，过热的水反而会让血管扩张得更厉害，水分渗出更多，导致泡完之后脚反而更肿。还有那些宽松的袜子，您以为不热脚就是好，但事实上，过于松垮的袜子对静脉回流没有任何帮助。甚至有些人为了怕肿而拼命少喝水，结果导致血液骗得浓稠，回流速度反而更慢，这简直是恶性循环。请记住这句话，那些方法大多只是把水暂时推到别的地方，并没有帮助您的血管真正变强壮。这就像是家里地板漏水了，您只是拿抹布把水吸乾，却没有去修补漏水的管线。如果您真的希望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双脚能感到前所未有的轻盈，而不只是短暂的舒缓，我们需要的是一套更科学、更有层次的方法。接下来，我将为您揭开这套专门为长辈设计的夜晚7步骤计划。大家先别急，逐担心，这套计划并不复杂。我明白，到了这个年纪，我们不想要那肿满头大汗的剧烈运动，也不想要那些昂贵又难操作的医疗器材。这一套夜晚7步骤主打的就是轻柔无痛，且不需要任何复杂的工具。这是我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结合生理循环机制，专门为60岁以上的老朋友整理出来的。这7个步骤环环相扣，就像编织一件毛衣一样，每一针都不能少。我们会从如何准备身体开始，到如何活化您的第2颗心脏，再到睡觉时的正确体位，最后甚至会提到饮食与水分的细节。在这个里，我必须先给大家一个小提醒，这是一个 retention 存留。关键，如果您目前正在服用血压药或是心脏病的药物，那么最后一个步骤，您更是一定要仔细听，因为药物与身体循环的交互作用，往往是水肿能否根治的隐形关键。请相信，只要您按照这套顺序来执行，不需要1个礼拜，您就能感觉到明显的不同。我们会给予身体足够的希望，并用最平稳的节奏去执行它。在我们深入具体操作之前，我想先分享一个发生在新北市的老朋友身上的故事，也许您会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住在新北市的林阿姨，今年68岁，她是一位非常勤劳的女性，退休后还是习惯每天去菜市场挑选最新鲜的食材，回家帮孙子做饭。林阿姨什么都好，就是有一对让她非常苦恼的双脚。每到晚上7、8点，林阿姨就开始觉得小腿胀，痛得受不了。她曾告诉我，医师我觉得我的脚好像不是我的，肿得像面龟一样。最让我觉得难受的是，脱下袜子后，脚踝上那一圈紫红色的勒痕，耗几小时都消不掉。因为脚肿，林阿姨开始害怕出门。她觉得走没几步路，
脚就很沉，甚至觉得穿鞋子都很困难，最后索性待在家里，连最心爱的孙子想去公园，她都只能摇摇头，说去不了。林阿姨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与不甘，她觉得自己老了，没用了，甚至为此感到有些羞耻，不想让邻居看到她步履蹒跚的样子。有一天，林阿姨带着满脸的疲惫来到我的诊间，我看着她那双充满岁月痕迹却又无比沉重的双脚，告诉她：林阿姨，您辛苦了，这不是您的错，只是您的身体需要一点新的照顾方式。那天我没有开昂贵的药物，而是教了她这套夜晚7步骤计划。我告诉她，不要只是死板地垫高脚，我们要改变的是整个晚上的活动顺序。起初林阿姨也半信半疑，想说这些简单的动作真的有效吗？但她还是决定试试看。结果就在执行的第3个晚上，林阿姨惊讶地发现，虽然脚还是会有一点肿，但那肿紧绷到快炸开的感觉消失了，晚上的睡眠品质也变好了。更重要的是，她重新找回了走出去的信心。现在林阿姨又能带着孙子去公园散步了。林阿姨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方法对了，希望永远都在。现在就让我们跟着林阿姨的脚步，开始学习这套夜晚7步骤。我们先从前3个打底的基础步骤开始，这部分是为了建立一个良好的循环环境。步骤1：入睡前的身体预备。在您准备休息前的30分钟，请先换上宽松纯棉的居家服，这点非常重要。很多长辈习惯穿着有松紧带的卫生裤或紧身的家居服，这会在无形中切断微弱的静脉回流。我们要给身体一个通道开放的信号，同时请尝试做几次深呼吸。深呼吸不只是放松，当我们的横膈膜上下移动时，它会产生一种负压抽吸的作用，像吸尘器一样，帮助下肢血液往心脏方向吸。步骤2：激活您的第2颗心脏。这是我最推荐的动作，踝泵运动。您可以坐在床边或椅子上，将双脚伸直，吸气时用力将脚趾头往回勾，指向自己的身体，停住3秒。吐气时用力将脚尖向下绷直，像踩油门一样，停住3秒。这个简单的动作会强制小腿肌肉收缩与舒张，这就是帮浦运作的过程。请重复做20到30次，做完后您会感觉到小腿微微发热，这就是血液开始流动的证明。步骤3：精准的治脚与呼吸。当您躺到床上时，请不要盲目地叠高枕头。正确的做法是使用一个专用的掌形垫枕，从大腿下方开始支撑，一直延伸到脚踝。重点是您的脚踝高度应该略高于心脏，而膝盖要保持微弯，不要完全伸直锁死，这样可以避免压迫到腘动脉。在这个姿势下，闭上眼睛，感受血液顺着重力缓缓流回躯干。这3个步骤的核心理念是先解除束缚，再启动帮浦，最后引导引流。这是一个非常符合人体生理规律的过程，也是让您的身体从白天抗战模式切换到夜晚修复模式的开关。请大家记住，动作一定要慢，不要急，感受肌肉的每一分律动。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最有感，能让您立刻觉得双脚轻盈的2大关健步骤。这2个步骤做得好，明早起来您会发现鞋子片松了。步骤4：温和的外部干预。淋巴引流式按摩与室温控制。请注意，
我说的是轻柔的按摩，不是去推拿管那肿痛的要命的揉捏。请由下而上，从脚踝往大腿根部，用掌心轻轻地像抚摸猫咪一样滑动。这是在引导组织间隙的水分进入淋巴管。同时请注意温度，如果您的脚很肿，请不要用超过40度的热水洗脚，最好的温度是微温，接近体温即可。温和的温度能促进循环，而不会导致血管过度扩张。步骤5：睡眠中的成效维持。当您进入梦乡时，如何维持这得来不易的循环果实？如果您习惯侧睡，请务必在双腿之间加一个柔软的小枕头，这样可以避免上方的腿压迫下方腿的静脉，保持两腿的血流畅通。在这里，我要特别叮咛2类朋友：如果您有糖尿病，或是皮肤比较薄、容易发红的长辈，在执行按摩和温水洗脚时，请务必检查脚部是否有伤口，且动作要更加轻柔，因为水肿的皮肤弹性较差，容易受损。当您完成这2个步骤，您会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放松感，原本紧绷的小腿肚开始片软了，那肿旁幅有东西在，脚心窜动的酸涩感也会逐渐消退，这就是您的静脉瓣膜在减轻压力后的反馈。请沉浸在这种放松中，这不只是生理上的缓解，更是对心灵的一种抚慰。最后，我们要来聊聊这一套计划的守门员，最后2个步骤。这关系到您的水肿会不会反复发作，以及长期的血管健康。步骤6：智慧型的夜间饮水习惯。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很多人怕水肿，晚上滴水不沾。其实身体在睡眠中会透过呼吸与排汗流失水分，如果血液过于浓稠，反而会增加循环的负担。我的建议是在睡前1小时喝50到100毫升的温开水，慢慢喝，小口吞。这不是要让您半夜跑厕所，而是为了维持血液的流动性。请记住，是温开水，绝对不要喝冰水或含糖饮料。步骤7：内在的营养与药物管理非常关键。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如果您有在服用降血压药，特别是某些钙离子通道阻断剂或心脏病药物，请务必观察水肿是否与服药时间有关。有时候水肿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这时候请不要私自停药，而是应该咨询您的主治医师，看是否需要调整药量或更换种类。同时在饮食上，虽然我们不建议极端限盐，但减少加工食品，如罐头、腌渍物，绝对是有帮助的。我要给予一个特别的警示，如果您发现只有单脚水肿，且伴随剧烈的疼痛或发红，请不要尝试这套计划，应立即就医，因为这可能是急性深层静脉血栓的指兆。这最后2步是为了保护您的长期健康，我们不追求快速见效，我们追求的是稳定、安全、可持续的改善。当您把这些细节都照顾到了，您的身体自然会给予您最正面的回馈。好了，这就是我们今晚分享的全部内容。我们从了解身体的生命公路开始，走过了林阿姨的故事，学会了从准备、运动、按摩到饮食的7个关键步骤。我想告诉大家，衰老虽然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过程，但我们对待身体的方式决定了我们晚年生活的质量。请记得，您的身体其实一直都在努力保护住您那双水肿的脚，只是在提醒您该换个方式疼爱它了。今晚睡觉前，不妨就从步骤2的踝泵运动开始做起吧。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改变，
只要坚持下去，就能积沙成塔。我想请教各位老朋友，听完这7个步骤，您觉得哪一个最容易开始执行？或者哪一个步骤让您感到最有共鸣？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您的想法。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请不要吝啬点个赞，并把这部影片分享给身边同样受水肿困扰的朋友或亲人。您的分享可能就是他们找回健康与笑容的关键。最后，我也准备了一部关于白天如何透过饮食与走动来加强效果的影片，建议您接着看下去，让您的健康保养更全面。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您的健康伙伴，祝大家今晚都能有个轻盈美妙的好梦。我们下次见。